多謝大家啦，咁今次嚟咁幫手。我自己嘅歌單我可以俾嘅啦，已經。咁但係如果成個 show 都係咁嘅話，咁就好單調啊嘛。同大家有一個好近距離嘅接觸啦，唔一樣嘅。單用呢個音樂作家其實係都幾壓力嘅。佢哋投票投 A 定 B，佢會高質感啲咯，想將我哋呢一 part 嘅照片成可以彈啊 enjoy， 好 relax。如果我真係唱嘅話，就將佢變成我自己嘅 unplugged版。哦，咁就我再揀俾你喺嗰度，可以啊。IT Super 同 TMG 一齊做啲嘢啊，一齊去搞啲嘢啊。兩位都音樂才子，我覺得係可以大家一齊 cross over 玩多啲嘢嘅。其實我想唱《深海》好耐。就係我們的原創曲，我哋自己嘅歌咯。